好，来继续来看，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初选，目前有4个立委咧车拼，其中2位女将林岱华甲区议员，昨分别伫高雄的高山甲凤山来造势。今仔日2个人做伙伫立法院来出现，也毋过拢无互动，明明都坐伫附近，但是林岱华也是甲面挖边啊，就是无爱2个人正面相向。 哪行哪跳，笑甲真灿烂。民进党立委林岱华昨伫高山举行努力造势，讲到这个话题，游玩真感伤。周刊发布的那一天，我的人生瞬间被扒光。不过，这摆唔知是不是因为办理室内有真侪以后为无人坐。你看11月初公山大造势，共有3万人，比较起来月底这场明显人较少。是讲林岱华真有信心，表示讲会当坐8成甜，已经真感动啊。高雄同款是民进党高雄努力，立委区议员同一天伫凤山造势，伫高雄比拼过灯工，拢到立法院，2个人即阵佫真后帮，毋若无互动，佫有淡薄仔微妙。陈定飞委员请发言。林岱华对陈定飞的微笑，也过伊规面向头前，区议员其实坐伫伊边仔无几位，完全无互彼此面对面的机会。毕竟2026年高雄市长的选战，历年初选时间瓦近，当来竞争白热化，嘛伫比场面。要来争取漂亮高雄市下一届的市长，接耍陈其迈，安尼好啊唔好？ 对了，区议员吹冲冲冲，有赖瑞荣带进黄色小鸭。罗水龙随发布苏定昌推荐的影片，充满比较意思。也毋过挺区议员的毋拿苏定昌前总统陈水扁讲，伊的第6感真准，认为区议员上会当延续单期卖施政。现在的一个状况，他其实都一直是忧国忧民，尤其他对高雄的发展更是念之在之哈。尊重阿扁总统的第6感，陈水扁总统也称赞我。 重情重义。面对国民党高雄市长的候选人已经确定就是立委郭志温。民进党4人要伫拼，比造势比闹热，更加比什么人会当找到党内大脑的支持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